到苗栗公馆玩了整整2天了。呱呱说，公馆东江哦。为了让他可以看遍公馆的美景，我们特别租了4行茶，逛逛公馆的黄金小镇。老板，去4行茶可以去哪边逛逛啊？哦，哎呀，基本上行黄金小镇哈，黄金小镇有40村乡下哈。所以从这边去都可以绕到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条路线呢，那种贵妇团路线，最舒服的路线哈，最轻松行的啦哈。按咱那边你来去，你见多转来，各条路方就有指标系统的啦，所以游客就会可以照样指标系统去行，开卡就可以请转来，而且各点不同特色哦都可以搞。哦，好哦，baby， 我们去4行茶看风景咯，出发 ，Go Go Go！ Go Go Go！ Go Go Go！ 那你觉得骑4行茶好玩吗？好玩。脚踏车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骑4行茶。对，4行茶。啊，我们有来过这边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公馆黄金小镇休闲农业区相当适合漫游。骑4行茶不但能够放松身心，也能够好好欣赏田园风光。悠闲的农村氛围，让我们可以自在享受亲子时光。骑4行茶深入公馆，还能感受在地人浓浓的人情味呢。人家的骑4行茶来了，很嘛。我们在骑4行茶看风景。好了嘛。好了。董后告。董后告。老板，可以摘吗？摘那个蛹头吗？我很就摘个，摘个豆毛。你会吗？你会弄得到吗？要怎么样才弄得到？我要把它很多颗啊！骑4行茶看风景，玩累了别忘了吃公馆的特产，品尝小朋友最爱的冰淇淋。阿姨，我要买冰淇淋。妈妈 tell me。综合口味。那他一个综合，我一个不嘞。好。安子你要冰淇淋。安子 say。宝贝公馆真的好美哦，下次我们还要一起来公馆玩哦。骑4行茶看风景。